自2026年3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福音第4章31节到42节。迄时门徒甲耶稣讲：“辣比，请来食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有恁毋知会食物。”门徒就问来问去，讲：“敢有人摕物件互伊食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恁敢无安尼讲？过4个月就有通收成。我甲恁讲，目睭闭互金，看四面会田园，5谷已经熟，通收成啦。现在收割的人已经得领工钱，搁得收成，互人得到永远活命的5谷，互野种的甲收割的做伙欢喜。因为俗语讲，一个野种，一个收割，讲了真对。恁无辛苦耕作的，我找恁去收成；别人辛苦，恁享受因辛苦的成果。迄城有真侪撒玛利亚人信耶稣，因为迄个妇人人做证讲，伊将我过去所做一切，拢甲我讲出来。所以遐个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伊住伫因遐，伊就伫遐住2日。因为耶稣所讲的话，有搁较侪人来信。遐人甲迄个妇人人讲：“现在阮信，毋是因为你所讲的话，是因为阮有亲耳听到耶稣的话，知影伊真正是世间的救主。”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对话了后，门徒倒转来耶稣身边，因劝耶稣食一撮仔物件，因为大家拢忝啊，腹肚枵啊。耶稣却回答讲：“我有恁毋知会食物。”门徒真疑惑，彼此议论讲：“敢有人摕物件互伊食？”耶稣接续讲：“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”耶稣的回答带出一个重点：真正会互人感觉满足的，毋是食物，也毋是休困，是完成上帝交付的使命。对门徒来讲，上大的快乐是腹肚饱，恢复体力的需求；对耶稣来讲，上大的喜乐是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完成伊所交付的工作。接续，耶稣用农作物的譬喻，说明安怎活出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恁敢无安尼讲？过4个月就有通收成。我甲恁讲，目睭闭互金，看四面会田园，5谷已经熟，通收成啦。”耶稣的意思是要互门徒明白，上帝的救恩已经临到。真侪人正渴望听到福音，因亲像成熟的5谷，等待有人去收割。耶稣这段话毋简单是对长当时的门徒讲，相款也是咧对今仔日的基督徒伫讲。耶稣提醒咱，传福音的时阵是现在，毋是等到咱感觉准备好势，也是等到环境变好，才要行动。上帝拄呼召咱参与伊的工作，伊爱咱去接触、关怀、陪伴遐个心灵枵喙焦的人。总是当咱看台湾教会的现况，心中未免忧虑。近年来，
台湾基督长教会所属3间神学院，拢面临招生困难。捌听一位神学院院长讲，校方每年拢会办招生的活动，每当老师分享了后，拢会问愿意踮教会服侍的人请举手。大家通常有够啥的人会举手。老师若搁再问愿意回应上帝呼召，献身读神学院的人请举手，却只有少数几个人举手。显见愿意委身全职传道的人愈来愈少。有牧者表示，接落来10年，台湾基督长教会要有400位牧者届龄70岁退休。换句话讲，每年至少要有40位道学硕士毕业生受派到教会担任传道师，但是以近年来神学院的加入学率来看，实在是一大隐忧。检采你会讲，我还少年，我无够好，我无适合全职侍奉。但是耶稣讲，我50啊，现在就需要人回应呼召去受割。咱身躯边也有真侪亲像井边妇人人共款的人，因心灵破碎，失去愿望，等待有人甲因分享性命的好消息。耶稣在对门徒讲话的同时，也咧对咱讲话：你愿意成做迄个受割五谷的人无？默想，假使上帝呼召我做一件无伫计划中的代志，我愿意顺服，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无？假使上帝呼召我做一件无伫计划中的代志，我愿意顺服，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提醒我，现在就是受割五谷的时阵。当我看见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，求你使用我，会当用实际的行动分享你的听，搁会当成做受割的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